值㗎嘛？士多喺出邊啊？有啊，媽媽我哋訂車嘅捉到嘅，你嗰邊咪有咯，你嗰邊。乜人哋要拉住啊？冇嘅。歡迎容雪啊！愛心行啊！乜冇人哋？問啲人陳主任望有冇陳主任講要叫嗰啲三青三叉。係啊，佢幫啲三張南仔係嘛？佢而家講緊佢有時都哦會都換啲現金嘅。我究竟冇咩現金㗎咋？冇現金，我等下加入佢微信，我轉俾佢就得。加入佢微信。我爸同你合過照係嘛？哦，辛苦啊，唔緊要啊，我哋能夠幫到有需要嘅人呢，辛苦少少係值得嘅，我感覺到嚇。呢個呢我都唔係算辛苦，我只不過呢小鄧200轉2票俾你，轉俾你係嘛？幾時轉俾我睇下先。小鄧200，你冇理我啊！冇啊！嚇？冇啊，未到啊！小鄧你呢小鄧咧轉你啊！佢仲未身都冇見有你嚟落佢都望望啊！你有冇過啊？冇啊！嚇？冇啊！佢講有件事。不忘初心啊！你冇睇到係貓喎？上面他寫啲邊度上面啊？歡迎張少啊！嚟200幾人啊，兄弟們啊！再次幫我點點讚，點點讚，點你哋啊！你唔係讀乖，唔好讀乖喎！係啊，你唔可以讀乖㗎，望公屏啊！邊度啊？望公屏嚟，你睇下有冇公屏嚟我睇。小鄧2票多加200，呢個小鄧係邊個？你識喎？你識唔識啊？小鄧，你轉過來，轉過來。係啊。轉過來，我俾轉小鄧。係啊。多謝我哋嘅不忘初心，小姐姐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幫我睇住公屏啊！因為呢我今日呢新入來直播間呢，好多人都未知我係一個廣寧嘅主播又係一個 PK 嘅主播。今日呢嚟到惠州應大家嘅啲初心，來到惠州思洞探望。呢兩位孤兒啊，等我講完先我等下我會俾個 V 你截圖，大家可以掃過來跟住呢，佢嘅呢兩位兩姊妹呢，相依為命，真係非常之困難環境都十分之比較惡劣嘅因為冇人照顧，靠隔離嘅阿叔照顧一下。16年佢爸爸過咗身，跟住呢，多謝曾少。跟住呢，佢媽媽19年又過埋身，留翻佢嫲嫲度照顧。佢嫲嫲呢，到21年又走咗，年紀大真係依家剩落去佢兩姊妹相依為命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嘅支持多謝今日呢係都有好多愛心，真係。小鄧你冇轉咯。我依家呢，如果係想資助嘅呢好嘛？係啊。你掃下轉都得嘅。係啊。掃過來咪幫我亮燈牌嘅，亮燈牌因為呢，你加下轉啦，加下轉。喺直播間邊個私信你嘅千祈唔好相信嗰啲騙子。我哋呢做好事呢，係必須要落實到位一對一對點，就係確實了解佢情況，佢嘅家境。佢嘅收入情況係嘛？佢係確實係咪咁困難？我哋先至去針對呢啲人去做嘅唔係裝得你話肯定今日有啲窮地喎又要你資助冇可能㗎呢啲大家要理解，真係嘅所以呢啲呢係好值得我哋去支持嘅。大家千祈唔好相信直播間話我幾困難嗰啲我要確實了解到真係佢讀書呢仲可以我又希望佢俾啲心機未來佢兩姊妹呢，希望佢又讀好啲書，能夠回饋社會。我希望相信能夠有咁多人嘅資助嘅情況下有咁多人嘅資助嘅情況下呢，我相信佢日後一定會懂得感恩，因為佢係咁多人嘅資助而長大成人，而能夠讀好書發家致富嘅，
好冇？嚟，做字嗱，我3、2、1啦嚇，準備截圖啊！你睇邊啊嘛？OK。哎呀，哎呀多謝我哋嘅大將軍，多謝阿毛總都攞咗。多謝我大將軍嚟，兄弟們嚟，3、2、1，大家可以截個圖啊。OK 嚟，兄弟們嚟，嚟我哋嘅大將軍100嚟，同我寫100上去嚟，毛兆峰。